伫咧新德市的阳光国小内面，有保留一座70多年历史的三合院。本地是一位姓地富人人的徛家，后来变作是学校用地，三合院也自安的保留落来。经过整理，学生也伫真有古味的三合院内面上台语课，也变甲真趣味。台语老师当个教学生讲台语，详细甲看，这间教室甲一般的学校真无同。行来外口看，更加特别。新德市阳光国小校园内底竟然有一座传统的三合院，边仔有囡仔学生伫搭古早的水车，大家真欢喜。来这上台语课的学生，感觉就亲像返来阿公阿嬷的厝。就足特别的啊！下课的时阵嘛，拢会当来遮耍，嘛拢会感觉是。就是阮来遮耍的时阵，拢会感觉是到阮就是是有去阿公阿嬷因阵住的所在。我和我朋友下课的时阵，都来遮耍。囡仔是伫个环境当中啦，因为咱对话就是甲平常时。古早时代，咱就是这个环境，甲咱中辈嘛是伫这个环境，生活就是用水、用食、用穿的，拢是伫遮。就互咱囡仔就感觉讲咱来到遮当中咧，就会融入当时的生活，就是咱生活当中来讲咱的语言。校长讲，这间三合院当初学校还未起的时阵，就第一遮，后来经过讨论，决定要甲保留。正只要是有乡土课程，拢会安排第一遮上课，嘛变做学校的一项特色。我们社区这些人，他其实对这个老宅是有记忆。那当每一个人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可以说故事，说他小时候的经验，那可以把以前的这个小时候的故事传承给我们的孩子。这座有72年历史的三合院，今年得到教育部美感再造计划第优奖，嘛是得奖名单内底唯第都市内底的学校，不但是真属是学习产业，嘛成为上有宁静美的校园风景。记者张君豪，新竹报道。